在地上大条来看家己的护林景金好野花，昨空家遥景活动发生爆炸，造成28人受伤，上细汉的才2岁，目前还有7个人伫咧住院。消防初步调查，应该毋是放烟火所引起的，怀疑是边仔粪扫地啊温度一时升悬才会爆炸。现场有封锁线，4个拢是塑胶耳啊。昨日透早，员警继续伫现场勘查相关物证，嘉义护林景金好野花前一暗交警活动的爆炸事故，总共有28人受伤。很多小碎的东西，这些都是垃圾袋，需要我们带查证的东西，所以我们垃圾袋在很热、很多的气体之下，它会膨胀很高。消防局初步排除烟火甲人为爆裂物的可能，研判是气爆，因为爆炸点准备少粪扫，而且有冲爆喷出来混液，怀疑气爆原因可能是塑胶袋啊原温气爆，不过有关爱进一步调查。爆炸声了后，现场陷入混乱，差不多2万人参加活动。15暗时将近10点，在金站路甲永乐街口的路子平台附近发生爆炸，造成70人受伤送医，其中包含未成年的囡仔。罐仔内底带回铁片，是为伤者翁妈妈伤口提出来。伊甲13岁后生迄时阵伫布袋头前，伊的后生被3块铁片插入腹肚。医生说还要再加护病房观察，因为他胃部还有那个脾脏都有缝合，从后面传到前面。每一个医院都派驻人员在现场协助这个病患还有家属来解决相关医疗的问题。受伤28人当中，除了7人因为玻璃擦伤或者是受伤在治疗当中，其他已经出院。主办单位在代志发生的时阵已经停止活动，表示配合警消调查事故，佮提供伤者相关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